好，接下来呢，老师要介绍的这一道呢，哇，真的是餐厅必点啊！对，台菜里面的那个什么青稞啦、硬皮鸭鹅哈。好，但是要怎么样好吃呢？好，那首先我们一样水滚，加点米酒去鲜。是。然后呢，这个步骤它很重要。你通常我们为什么让它给煮起来会变太小颗？是啊，老师都丢啊！本来我买回来都很大，怎么突然都变那么小颗呢？那基本上就是你有亏会，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话，水滚下去，就不要，就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火给关小，然后建议各位不要让它沸腾。哦，不能沸腾，因为你让它沸腾的话，到尾来揪个一粒不见呀。没有错啊。对啊，然后就会误会说是不是这个店家卖给我们的时候灌水啊？其实真的是很冤枉哦。对。然后这个青稞哈，台湾的青稞特别好吃，因为外面那个国外的青稞哈，他们可能是品种不一样，好大一颗，我觉得吃起来有点恶心呐。对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台湾的青稞真的超好吃，可是我们在家做，就是因为我们怕不熟，然后就煮很久。对。啊，就像老师讲的，就算人家说啊你穿烫，啊就好小一颗哦。对。不管你是做那个什么那个蚵仔煎。蚵仔煎嘛，或硬皮嘛，硬皮鹅啦，哈，或者是说大肠面线里面的鹅啊，我都发现，而且吃起来柴柴的。今天老师就是告诉你，它有一些步骤，你真的要学会。对。第一就是我们在烫这个的时候呢，火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。对。然后你像我们这样是用所谓的浸泡，就是有一点类似现在所谓的舒肥料理一样。哦。它就是水温不到达100度，但是就是低温之下。让它熟成，对，然后你存它来杀呀。你看现在低温的话，真的还很肥耶。对，那拿来杀呀，然后就是这么大，因为它都没有滚起来。然后如果你熟的话，它摸起来会丁丁，这块以后。哦，所以这个是要让它泡熟吗？对，要熟。熟了以后，然后熟了以后，我们再做泡冷水做清洗的动作。因为这有时候会有一些壳，对，蚵仔壳的话，你这样如果泡熟的话，下去做清洁动作，你也看过它污。啊，我都错了，我都是洗的时候有没有？回来的时候呢，生的时候就用手啊，把眼睛闭起来，去摸那个壳手感，哎，有一个壳，然后把它拿掉，然后因为它很滚嘛，就是很滑，很难弄哎。因为你这样的话，你会把它分尸啊。对，你的肚会让你分尸掉。没错，老师都知道。对，所以建议的话，可以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以让它熟了也，就是第一次才去把它的壳把它摸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唉，这就是哈功夫哈，这小秘诀就在这里。你看，连洗这个青稞哈都有秘诀。我几十年来都洗错，我都是每次买回来就开始在那摸半天，结果发现啊，怎么肚子跟它分开了啦？对，因为它很柔弱嘛。它很柔弱。那如果你下水像老师这样子，我们稍微让它熟成之后，它已经固定了。对，它固定了，所以你要找的话，你会很好找。很好找。你会很好找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的话，浸泡熟了以后，我们就先让它，我们准备去洗，洗的动作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建议各位要泡水，要泡冷水。要泡多久？泡冷水的话，基本上第一就是让它热胀冷缩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待会炒起来才会粒粒分明。哦，不然我们炒出来会咯咯，对不对？糊糊的，因为它就已经有的肉都已经分散了嘛。对。好，老师，这个泡水要泡多久？就是让它泡冷。哦，泡冷就好了哈。对，就是泡冷的时候，你顺便再清洗一下。哦。对。哇，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台湾的青鹅是这样青稞啦哈？啊，真的耶，而且北安呢很像都已经熟，可是它还很软。对，就是里面是非常的多汁啊，就很 juicy 这样子哈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要来炒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各位，我们刚才已经洗过了，所以它里面的温度还是冷的。所以我们准备一个热水。热水的用意，因为它已经是熟了，咱在泡的时候就是不要泡透呀，就是一样。所以等一下还要再穿烫一次。对，就是。但是时间比较短吗？对，那时间要短，因为它已经是熟的。OK， 好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下一点点油。老师，你不要一直看他哦，你要看那边。你看老师对你多好，他那么认真的学生。好，哇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蒜了哈。
哎，老师，大蒜你为什么会连那个？然后我们的蒜苗在后面，对，我们后面。就滚，来，哎，滚哪下？哎，那我们把它滚了以后，然后各位，我跟老师的动作是一样的。对。老师，我要去当你的助手了。你那边缺不缺人？我要去打工了。哇，你怎样呢？就是把它爆香了，然后这个就是咱一般的大面线啊，对。好，这是一般呢所谓的干的这个豆豉啊。豆豉。老师，干的豆豉要不要先做一个处理？要，那建议各位稍微洗一下。洗一下就好了。对，要不然它有些咸度会比较咸。哦。对，阿丽娜提供一般吃的泡的那种，你就不要了。OK。哦，然后把新香料都下去爆香了，然后把它变成那你妈的鬼龙舞啊，对。那我们这时候就先把火给关掉。好。所以这样子也可以了吗？对，这样子就可以。我先空一下。我知影你就怕那个刮坏掉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待会要沥干，这个一定要沥干。不能汤汤水水。对，因为你沥干的话，待会炒出来的才会好看。好，老师刚刚跟我说悄悄话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第2次汆烫完之后的这个青稞呢，一定要让它沥干。对，好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般我们今天用的调味料是用2种酱油膏，一般就是传统的，它的比较也较甜。哦，就是咸呢，咸度它会比较咸，对，咸度比较浓一点的哈。然后另外一种是所谓的硬油膏，硬油膏它就是偏甜，所以我们把这两种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哇，我终于今天才搞清楚了，我以为硬油膏就是酱油膏，酱油膏就是硬油膏，只是说名字取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它是不一样的。好惨了，难怪我煮的东西越来越没有人喜欢吃了。然后能够种这酸辣不要的，蒜苗这个时候下。对，然后呢，因为你这藕啊它一定会出水，是，所以建议各位还是一样，这个步骤你很重要，你要先勾芡，然后再下藕啊下去。对呀，这个一般勾芡法不一样哈，通常都是我们全部都煮完才下这个勾芡法。好，老师这个时候火有关掉哦哈，大家都要注意，勾芡的话呢，最好是把火先熄掉。因为你现在如果是你偶尔下去，你再勾芡的话，你也拉住也拉出水，你怎么炒都炒不干。哦，老师勾芡啊，我知道这样子一勾芡，其实老师，就变成说鹅啊本身没有味道，可是这些东西因为勾芡会扒在它身上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再加一点点香油。哇，猛吞口水啊！熄火，还是各位留几颗放在我的小碟子里面。老师不要只是蒜头给我，我要鹅啊！我就发现里面好像别的比较多的鹅啊很少。老师不好意思了，没有，我开玩笑的啦。哇，好香哦！2种不一样的这个酱油膏哈，所以炒起来的话，你偶尔最后下去的话，才不会汤汤水水，而且是粒粒分明。哇，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哦！我最爱吃这个蒜苗炒藕啊，但是真的每次都炒到大概半年之后才敢买那个鹅啊，为什么？最后都我一个人。妈妈都是这样子嘛，家里人不吃了就只好自己吃掉，所以才会吃成这么胖哈。所以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要减重的话哈，我觉得就是要把料理的这个步骤学好。为什么？这些菜啊，人家都吃光了，你就不会每天趴在那个桌子上吃剩菜剩饭。如果你煮的不够好吃呢，下场就像我一样，就越吃越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要浪费食材嘛。